请投出。 今天担任开球嘉宾的来宾也非常特别哦，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为中华队拿下女子58公斤量级举重项目铜牌的郭婞淳，举重好手郭婞淳呢来到台南棒球场哦，要来担任开球的嘉宾。这样，这也正如现场主持人讲到了。 郭婞淳应该平常比较常举杠铃哦，可能没有想到在球场我会被球员举起来过。对，所以国庆也证明了这个身体练的是相当结实的。开始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台湾之光，也正是在我们这一次世大运的金牌选手，让我们欢迎郭婞淳。3、2、1。 请投出，好球！相当漂亮的弧线。来，感谢郭婞淳帮我们今天开出第一个好球。我们请我们的郭世安还有我们的郭婞淳一起来合影留念。我们待会也简单的访问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镜头。